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下一回有机会来到竹南，一定要记得品尝煎饼。因为这里的客家煎饼种类包括像是有福菜还有荆棘，甚至是擂茶口味，通通都有，而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客家味。只是这老板蔡其宗不是客家人，只因为爱上了客家食材，因此在这里成就了客家煎饼传奇。在家的伴手礼客家煎饼，新鲜上市哦，有多种口味可任意选购。苗栗竹南的这间面包店超人气。其中很多人是冲着客家煎饼而来。你会建议什么口味比较适合我们这？比较养生概念的是擂茶，还有东方美人茶。如果好吃的话是荆棘酱跟福菜的，口感非常好。4种客家风味，口感丰富，任君选择，买气相当旺。怎么会想到用酸酸甜甜的客家味融入煎饼里呢？带您到厨房找答案。老板蔡其宗不是客家人，但在这客家大县待久了，爱上客家食材，所以着手进行研发。就是杏仁的一个碎片这个比较高纤。蔡其宗说，本来想做的是杏仁酥，没想到弄错配方，烤箱里温度太高，烤过了头，结果 NG 版的杏仁酥反而成就了酥酥脆脆的客家煎饼。像这个烤完以后就是这么酥脆，所以吃起来口感非常好。这美丽的错误带来新口感，不过要让味道更吸引人，所以老板突发奇想，把客家擂茶、东方美人茶，还有荆棘和福菜等客家元素，通通加入煎饼里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客家福菜，咸咸的那刚才加到我们的那个客家煎饼里面刚好它的甜咸适中。精致的福菜是脱水烘烤过后的纤维精华，真材实料撒满煎饼，果然蹦出了新滋味。我们里面的师傅很多都是客家人，所以加入一些属于客家的元素，这个都是客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。融入客家风味很有特色，但是制作过程很容易造成饼干软化，所以蔡其宗反复研究，以东方美人茶煎饼为例，每一口都吃得到茶叶原味。这个茶叶经过这个烤焙以后，它有淡淡的茶香。在客家县落地生根的蔡其宗，用0.5公分的薄皮煎饼锁住浓浓的客家风味。客家福菜的家乡味在烤箱的高温里升华，东方美人茶的优雅香在每寸的煎饼里飘散。老板吸收客家精华后的创意，让我们在烘焙坊里遇见0.5公分的感动时刻。